桃园市的辅导宗教要件作业要点正式实施，这当中是有设计检核表，要求公庙都爱自主管理。即阵这有庙会活动即站是啥济？有真侪公庙就惊讲若无设立违规，就会吃罚单。民政局就表示，这检核制度毋是为着要限制宗教活动，是希望会当减少污染甲噪音。伫咧记号的时阵，慢慢去检查着民众的生活。在为福海宫顶一日庆祝虎信王公生，过金会甲培练交接办煞，4、5月啊，当时公庙办示警活动的高峰，桃园大兴制定辅导宗教示警作业的要点，不少公庙拢烦恼若无设置违规会去用罚。觉得利益非常的好了，但是也要考虑到，如果说我们在绕境活动当中没有这个放鞭炮的话，好像不是那么热闹了。公庙有传承宗教文化的使命。该有的仪式也不能没有，过度管制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分歧啊，而无所适从。超过10点啊，因为人家都要休息，对，就不要再有什么一些鞭炮啊或烟火的声音。针对宗教示警的立管，有公庙认为讲，示警引起的噪音、放炮啊、甲烟火，拢已经有法令的规定，拢会遵守，无需要另外制定管制要点。也若针对公庙烦恼无设置的去用法，民政局嘛回应讲。新的规范并不是完全禁止放炮啊，是采取时间甲区域的限制，也来罚则会回归噪音的管制法甲社会特殊维护法。首创自主检核表制度，鼓励公庙在举办绕境活动前，主动申报与自主管理。民政局表示，新制定的辅导宗教示警活动作业要点，即时开始实施。这个办法无立案的公庙嘛有效用。强调检核的制度，毋是为着要限制宗教活动，是要降低空气污染甲噪音，达到基础毋过袂扰民的新示警活动。公视新闻桃园报道。